大家好，我是小雷，今天去张家港，我一个人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是掼蛋的比赛，应该就是扑克牌，从来没有看过，赶紧出发。今天可能会有一些大家熟悉的苏州的主播也会过去。我们现在先坐4号线去苏锦新村集合，然后会有统一的大巴放我们去张家港。4号线过来很快啊，半个多小时。果然我是第一个到的，大部队还没有来。中饭是自己解决的，那我先随便去吃一点，就华莱士吧。看看桌上的单子，没想到生意这么好。这一箱是外卖，35罐可乐，全是外卖的单子，老板娘都没时间做堂食了。终于到我了，不容易。汉堡不是很大。Later， 大巴来了，就是公交站台旁边这个。陈哥你好，好久不见了，朋友们，好久没见到锦城了。太黑了，太黑了，这个是白加黑，白加黑，我们这个就叫白加黑啊，红加黑。你是在房子里面赚钱，我是在房子外面赚钱啊，辛苦了。说白了就是这样子。现在疫情对比出来了，疫情散去了，你们这个旅游业好点没有？稍微好一点，就是好是好一点了，还是没有恢复到那种之前的那种状态。对，包括我们演出也是，我刚刚新疆回来。对，我刷到过几次的。那个什么烤全羊吃多了吧？是的，吃多了。出发，1个多小时，终于到了张家港的万豪酒店。翻译一下就是精英杯苏州扑克牌大赛。100年泸州老窖窖龄酒已传承近700年，历经24代传承人，和我们苏州评坛年龄相仿。这个大厅确实很漂亮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朋友们啊，我真的是完完全全第一次来参加这种活动，是不是一边喝酒一边打牌啊？扑克我也会打的，像我们苏州话说，一般是曾张玉、磨欧举、对底子，就这3种。我不知道这个掼蛋算哪一种。这里是一会儿的比赛场地，都是4人一桌，中间还有一个板隔开。陈哥，你喝酒吗？我买瓶这个窖龄酒送给你吧。谢谢小刘啊！我回去以后一饮而尽，好酒。Nice。掼蛋的选手们陆续进场。比赛马上开始了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参赛精英，欢迎大家。张家港市纸牌运动协会会长沈志坚先生，欢迎您。泸州老窖窖龄酒的品饮热潮与掼蛋竞技的热潮。今天张家港市100年泸州老窖窖龄酒掼蛋比赛如期举行。精英杯掼蛋比赛正式开始啊！开始计时。掼蛋在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娱乐形式了。有一句调侃的话叫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。希望在未来泸州老窖窖龄酒也能成为一种生活方式。今天的战利品回去孝敬我爸。活动结束，回家了，朋友们，明天见。